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2月15日，圣诞欢乐颂，丰盛与美好。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2章27到4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12章27节。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利未人从他们住的地方被召来参加奉献典礼。他们用感谢的诗歌，把琴瑟的音乐来庆祝。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神，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数码宝贝石田太和跟加布寿石田大和是高15的哥哥，非常照顾自己的弟弟，是个个性很外冷内热的人表面上最厌恶友谊友情，其实心里非常在意别人哦。有一次看到弟弟离开自己的手而成长的时候，他一度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这个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对，我们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外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面恶心善他好像觉得不在意，其实他内心其实有起了很多的波涛，我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想这个就是人吧上帝所创造的人如果我们有自我的价值有怀疑，或者是没有感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防备。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带领的上帝的子民回到了耶路撒冷，在建城墙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外来有很多的外敌，当然也有内忧，有内忧外患。在这么多的很多不确定攻击的时候若不是他对神的信心，会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我们看到他的内忧就是这一些神的子民他所带领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尼希米这么有信心。但是尼希米他是一个领袖，当他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到尼希米记12章就知道，哇，其实他遇到困难真是不小大大小小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尼希米确实是一个让人家佩服的领袖，他会发挥了影响力。今天来到了很欢庆的日子当城墙建造好了人民的安全感和信心其实都增加了，也提高了这个整个群体之间，他们可以分别我跟非我，也就是一个城墙盖起来真的是一个大事，就是神的子民他是分别为圣的，就是怎么是属神的尤其在古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就是城墙它是一个保护，城墙它是一个记号，就是你属于谁的。城墙呢它是一个保护，它当然也是一个界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圣城盖在山上的这个圣城有坚固的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就是易守难攻，敌人很难可以攻进来因为他攻进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外，还不一定会成功他还不一定有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在今天我们读的27节跟3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感受到，我们想象一下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来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这个行告成之礼。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和城墙这个是一个奉献城墙的礼仪，为的是向这位神来感恩跟称谢。在这个典礼中需要照神所这个命定的，
由利未人来执行。不过我们人必须先经过血的洁净，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得罪神太多这是当时候神给人的洁净的各种的礼仪我们可能在有形无形之中来得罪神，所以那个时代，旧约时代要用牛羊的血来洁净。但感谢神，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不用再这些不用再用牛羊的血洁净，而是相信主，认罪悔改，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使罪人得蒙赦免，成为神的儿女。现在名字就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做神的真教会，而且将来得以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是在启示录21章27节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简单讲，大家我们可以比较明白的，就是我们从31到42节这个奉献并这个洁净之后，称谢的会众它分两队在城墙上反方向的，一个是逆时钟，一个是这个顺时钟然后他们在这个夸胜在这个城墙上夸胜这位神是带领他们胜过的到最后他们要合起来是合一的。这也是再次说神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我们能够合一，成为神重用圣洁的器皿。那我们合一的标志就是我们可以欢庆颂赞这位神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哎呀，真的是感谢神神派定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要显明神家的丰富充足。百姓呢就乐意奉献，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从神来的。利未和祭司也恢复那个供应，能够他们各尽其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今天经文记载得很清楚所以感谢神，今天就是一个这个经文让人家很欢庆，就是神的圣工，圣灵的工在那时代完成动工，属神分别为圣，是神的百姓，是合一的。欢乐是能够见证神的丰盛跟荣耀，荣耀就是丰盛的美好，可以见证这一位美好的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这圣诞节期，我们看我们今天我们所敬拜这一位上帝，他绝对不是遥不可及，他是很伟大从天上的天地上的地，海中的海，这么大，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全宇宙的这么大的这么伟大的神，但他却是愿意谦卑，成为小婴儿，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他既又这么大伟大，但他既又在我们心里，而且他对我们说话。他是一位亲近我们，主动亲近我们，又愿意对我们说话的这位上帝。所以当我们每次欢乐，我们颂赞，我们起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见证神丰盛的荣耀，丰盛的美好我们从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连接的这首诗歌是圣诞节我们非常喜欢唱的，而且每次唱的时候就有那种澎湃心中就感谢神。我们起来我们起来颂赞，快乐又欢欣，起来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朝见声音，因为这一位王已经降生。起来我们虔诚崇拜，起来虔诚来崇拜这位主耶稣基督。看到天使结成乐队欢然同歌唱光明众天使来，高声从颂扬，至高的之处，荣耀归于尊王。救主生于今天我们就来欢迎这位神，这一位
我们来拯救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来默想欢乐颂赞能够见证神的丰富荣耀？今年我有什么事情要来见证他的丰盛荣耀美好呢？我们用什么来欢庆呢？英业牧师今年真的是很多人都觉得哇，真的是不容易过啊。但很奇妙的是，我每一天晚上跟钟贤哥跟我3个孩子，我们就是每天晚上可以来感谢一件事，更认识神的一件事。钟贤哥每次说他白天都很辛苦要复健，他常常想到今天我怎么会变这样？但每次到了晚上，我们在感谢，在颂赞赞美这位神是一个奇妙的带领，赐给人生命气息，赐给人美好。尤其一天的要睡觉之前，他就说要睡觉之前，这种颂赞神的时间来感恩是最美的，以至于我们真的也那个苦中，在眼泪中仍然能够欢乐来颂赞这一位神，真的是美好。如果不是神的美好，我们怎能还能全家5个人一起来颂赞？即便在2月17日，钟贤哥一个人在加护病房不省人事，我们4个人在家的晚祷，我们把那一天都录下来，虽然掉眼泪的声音比颂赞声音更多，但回头看，回头来听，神一路带领着，这一年真是美好，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位带领我们走恩典路、恩典满满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典之路有你伸手扶持。不容易的是，我们仍然赞美你的时候，众人就听到我们赞美的声音，他们就见证这位神是这么奇妙，竟然能够在人的大失落当中，仍然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的盼望，看见神你不离不弃，你顺手扶持，再一次见证你是丰盛，你是荣耀，你是美好的神。谢谢你，以马内利的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众人同在，因为你爱这世上人，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不愿意没有在这荣耀与美好里。谢谢主，以马内利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就来颂赞，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要欢乐哦，要能够见证神的丰盛跟荣耀美好，阿们。